抱着伊样安怎讲？啊，抱着安怎讲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出国讲台语》，我是阿婷。这是啥？你是董事长对吧？啊，咱今仔日要甲董事长来讲台语，好不？啊，我互你看你细汉的影片，看你敢会记得你细汉在讲啥？耶，我伫遮。我在这。抱着伊样安怎讲？啊，抱着安怎讲？啊，好酸安怎讲？好酸，嘿嘿。阿嬷咧？阿公咧？阿公咧？阿公安怎讲？妈洗身躯啦。阿公咧？阿公安怎讲？啊。啊，妈妈咧？啊，爸爸咧？哦，这个。这像啊？太像。哇！敢会记得你细汉讲啥？你敢会记得你细汉讲啥？你看一下。抱着伊样安怎讲？你袂记的？你袂记啊？你即摆会晓讲啊无？没笑啊。袂记啊？咱过来看后壁。我你好，你讲嗨。目睭伫倒位？目睭伫倒位？啊鼻啊伫倒位？鼻啊伫倒位？鼻啊鼻啊。鼻啊。你鼻啊伫倒？啊鼻啊。鼻啊。啊鼻啊伫遮。啊喙伫倒位？伫遐哦。啊你咧蒙子啊？啊头毛伫倒位？你看你头毛敢有水水？有无？啊手伫倒？手咧？你手伫倒？对啊。啊骹咧？你细汉会晓安尼？骹伫倒？哦骹伫遮。拜拜。拜拜。哥哥安怎讲？哥哥你敢讲？宝宝。你即摆拢学白乱讲吼。后摆过来看董事长教你讲台语哦。我刚刚讲。吼。我刚刚讲你改。你讲要安怎？我们一起看，我现场共享。你先甲镜头讲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大家平安，恭喜发财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啊，月底是世界母语日，大家做伙来讲母语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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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